要对你表明，我的心肝内，为你收拾袂清。若是要求爱，恐惊你轻也不听。想你的人影，有时在阮目睭前。一句话，想要对你讲起，想着真歹势，见面讲天讲地，若是照实讲，不知收起。收起，真体真两难，空思乱想到半暝。一句话，想要对你参考，不知你心内这句感觉如何？若是有决心，希望永久的相。